我有自己嘅原則，我就唔想成世俾人撳住嚟打。你好中意同佢恨咩？我衰咗3年，我等一個機會，爭翻口氣，唔係要證明話俾人聽我威，只係想話俾人聽我唔見咗嘅嘢，我想自己攞翻。1986年嘅主題係風起雲湧，建基於上幾年票房上面嘅成功，亦不斷培養新演員，令到電影公司大膽投資，競爭亦十分之激烈。得益嘅當然係我哋做觀眾㗎啦。而喺今年，亦都誕生咗王者級嘅影帝同埋影后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外賣仔啊，歡迎嚟到我個頻道。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麻煩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啊，多謝各位。今年第10位係《開心鬼撞鬼》，年度票房1533萬。呢套係《開心鬼》系列嘅第3部，導演由高志森轉咗做杜琪峰。套戲係由黃百鳴、張曼玉、袁潔瑩以及開心少女組主演。今集係融合咗恐怖同埋喜劇兩種風格，同上2集係有少少嘅唔同。劇情講嘅康心貴陰差陽錯之下啦，就搞到張曼玉飾演嘅徐半香投唔到胎，於是咧徐半香咧就千方百計咧咁去整蠱阿康心貴啦。貴嘅前世朱錦春咧就出手阻止，但係咧就俾阿香咧剪咗條辮啊，搞到冇晒法力。咁過程裏邊阿香同阿貴咧就慢慢產生咗感情啊，但係最終都係要送阿香上路。套戲係有笑有淚嘅。而今集嘅導演咧係由高志森轉咗做杜琪峰。初時咧阿杜 Sir 咧係拒絕嘅，因為前2集咧成績太好啦，咁佢就唔想拆人招牌。但係黃百鳴咧就幫佢打咗支強心針，同佢講我揾咗徐克做特技，林嶺東拍飛車嘅場面，程小東做動作設計。咁阿杜 Sir 咧就放心去馬啦，結果出到嚟都係好成功嘅。自此之後咧，杜 Sir 咧就全心投入咗去影圈發展。第9位《霹靂大喇叭》，年度票房1682萬。套戲嘅導演本來係陳欣健，但係佢推咗啦，就由劉觀偉去接手，而佢亦都將各種商業元素結合咗一齊，係非常之成功。故事講嘅呢，就係一個細膽嘅警察，情願做銀樂隊咧都唔願意行必，但無意中啦就俾佢遇上一個俾壞人殺死嘅臥底姜大衛。咁姜大衛就揾佢幫手報仇啦，最終都係天台 BBQ 結局嘅。洪金寶喺呢部戲嘅動作戲唔多啦，而王祖賢呢，就係做門面擔當嘅。部戲係張學友嘅處子作品，但係佢亦都表現到好高嘅喜劇天分。全片最搞笑嘅呢，就係姜大衛整蠱洪金寶嗰場戲，而喺1990年啦，周星馳嘅師兄撞鬼呢，都有高度向呢部戲致敬嘅。第8位《僵屍家族》，年度票房1707萬，由劉觀偉執導，林正英、元彪等人主演。當時嘉禾嘅僵屍先生喺港台兩地大賣，咁佢哋就食住條水啦，就拍僵屍家族。但係故事性上邊咧係同前作咧係冇任何關聯嘅。部戲嘅設定係喺現代，講述僵屍一家3口喺現代生活嘅所有奇遇。咁睇完之後咧就明顯 feel 到係合家歡嘅作品。入邊好多篇幅啦，都係去描寫細僵屍同埋小朋友之間嘅友情，感覺就有啲似當時好 hit 嘅 E.T. 當中劉南光呢個賤嘴專業戶咧，就幫套戲加咗好多分。本身諗住加咗元彪，呢部戲嘅動作咧會出啲啦，但係導演為咗喜劇效果啦，就加咗好多騎呢嘅位入去，咁啊搞到林正英同埋元彪都好尷尬，係真係冇前作咁出色。last 啦，制服僵屍嘅呢係用現代嘅科技。如果係因為林正英而去睇嘅話呢，係會有啲失望嘅。咁順帶一提啦，因為日本係好中意一啲萌化咗嘅鬼怪嘅，所以當時喺日本呢都幾受歡迎噶，係引起咗一段時間嘅僵屍熱潮。第7位《刀馬旦》，年度票房1755萬。電影係由徐克執導，故事講嘅呢就係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啦。革命義士反軍閥去救民眾嘅故事，入邊有3個女主角，一個愛國，一個愛財，一個愛戲。林青霞嘅中性裝扮係無敵嘅，鐘楚紅就貪財可愛，而葉倩文呢就純樸天真，係各具特色嘅。至於男主角鄭浩南，原本呢佢係英雄本色入邊 Mark 哥嘅第1人選嚟嘅，但係佢選擇接咗呢部戲，
咁唔單止錯過咗個機會啦，喺本片入邊呢，亦都俾3個女主角搶晒風頭，有陣時就真係時也命也。而徐克拍嘅電影係真係有一份張力嘅，結尾一場離別戲呢，佢係盡顯功架嘅，係絕對可以用瀟灑2個字去形容。第6位《南北少林》，年度票房1810萬。部戲係由劉家良執導，李連杰主演。呢部係李連杰80年代出演嘅最後一部以少林寺為題材嘅電影。咁入邊嘅武打場面啦，同埋喜劇效果咧都係唔錯嘅。南北少林呢套戲嘅製作班底咧係好強大噶。咁由少林寺同埋少林小子嘅班底啦全部出演，再加上劉家良由香港帶嚟嘅特技班底同埋製作人才。至於拍攝第3部講關於少林題材嘅電影呢，其實李連杰咧係唔想拍嘅，但係分析過各方面嘅利害關係之後呢，佢唯有頂硬上。而佢亦都係十分尊重香港導演劉家良。咁好可惜啦，喺拍攝嘅過程入邊嘅種種差別對待呢，係激嬲咗李連杰。據李連杰回憶所講，當年拍攝《南北少林》，內地演員唔論係主角定配角或者工作人員，通通都係3蚊一日，食嘅都係類似豬飼料嘅食物。加上李連杰咧係因為部戲咧而受咗重傷嘅，自此之後佢哋就再冇合作過啦。而喺療傷嘅過程裏邊啦，李連杰嘅師姐黃秋燕咧就對佢悉心咁照顧，兩人咧就感情加深咗。喺1987年咧就結咗婚。第5位《神探朱古力》，年度票房2248萬。電影係由陳欣健執導，許冠文、梅艷芳、許冠英、胡慧中等人主演。套戲咧講嘅係許冠文飾演嘅警察查案嘅故事。本片亦都係許冠文自《智勇三寶》之後咧，再度同陳欣健合作。其後二人啦，亦都合作咗《新半斤八兩》、《神算》等嘅電影啦，亦都取得相當嘅成功嘅。本片係少數現場收音嘅電影，延續咗許氏嘅經典風格。劇情緊湊啦，節奏明快，當中梅艷芳咧亦都展現咗佢嘅喜劇天賦。但係因為咁啦，就顯得胡慧中咧就略嫌花瓶。部戲當年咧就獲得咗聖誕檔期嘅冠軍，入圍第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劇本同最佳男主角嘅提名。第4位最佳福星，年度票房2311萬。部戲係由曾志偉執導，洪金寶、麥嘉、譚詠麟、劉德華主演，係最佳拍檔同福星系列嘅最強集結。劇情係講香港警察喺隊伍入邊挑選新嘅5福星，去同日本嘅黑幫鬥智鬥勇嘅故事，延續福星系列嘅喜劇風格啦。劇情係緊湊、明快、刺激、幽默。本片係福星系列嘅第4部作品，競爭對手係新藝城嘅最佳拍檔系列。而曾志偉、洪金寶同麥嘉咧就因為呢部戲咧就賺咗大錢，但係曾生亦都因為咁同時得罪咗嘉禾同埋新藝城。而麥嘉亦因為呢部戲啦，就同新藝城嘅關係出現咗變化，埋下咗新藝城解散嘅伏筆。第3位最佳拍檔之千里救差婆，年度票房2701萬。由林嶺東執導，麥嘉、許冠傑、張艾嘉、葉倩文主演。前3部嘅作品咧係新藝城7怪全力參與嘅，而呢一部咧就係麥嘉獨挑大旗。部戲係1986年嘅賀歲片，本片遠赴新西蘭取景，其他咧就以香港為主啦，包括咗太古城中心嘅溜冰場。作為新藝城嘅招牌電影，套戲嘅威力咧都依然好強悍嘅，入邊嘅喜劇同埋動作場面咧亦都係好出色。但係有啲可惜嘅就係許冠傑喺拍攝本片嘅同期啦，係喺尼泊爾度拍另一部電影《衛斯理傳奇》，令到佢患上咗高山症，以致到體力咧唔能夠應付到大量嘅動作戲份，令到劇情係有少少嘅改動，比前嗰幾集咧有更多嘅悲情嘅畫面，而原本客串嘅張艾嘉嘅戲份咧亦都大幅增加。第2位《富貴列車》，年度票房2812萬。除咗《豪門夜宴》之外啦，外賣仔諗唔到有邊部戲有呢個陣容，有40個明星客串，係港版嘅《復仇者聯盟》。當年洪金寶拍攝本片嘅時間，香港大半個影圈都係停工嚟客串嘅，其中有一場戲係動用咗全香港嘅燈光師，由此真係睇到大哥大嘅人緣同埋影響力。部戲分支多啦，但係一啲都唔亂㗎。
動作設計都係一流嘅，尤其是元彪喺冇威也嘅情況之下，由8米高嘅火樓跳落嚟，真係堅。電影係當時嘅賀歲片，咁因為趕住上畫啦，就分咗6個小隊，分別去泰國、韓國等地拍攝。當中泰國嗰 part 啦，真係落重本嘅，因為要拍一組等火車嘅鏡頭，而當時拍攝地點咧並無火車站。為咗揾到影片入邊嘅古董火車啦，劇組200幾人係一齊飛過去泰國，淨係機票錢已經好金，再加埋租火車嘅費用，呢場戲相信係數一數二最貴嘅鏡頭。而呢部戲亦都係洪家班最得意嘅作品。第一位《英雄本色》年度票房3465萬。1986年，《英雄本色》橫空出世，盡收票房口碑，亦都幫香港電影拉上咗世界嘅舞台，並且掀起咗黑幫英雄片嘅風潮。拍《英雄本色》之前，吳宇森係冇公司用嘅落魄導演，狄龍係被邵氏辭退嘅過氣演員，周潤發係出名嘅票房毒藥，佢哋加埋係冇人睇好嘅。好多投資商當時都唔肯投資，連張國榮嘅經紀公司都非常反對張國榮去接呢部戲。不過哥哥睇完劇本之後，非常中意宋子傑呢個角色，堅持接演。而哥哥加盟咗之後，先至有投資商肯出錢。喺個過程裏邊，哥哥都有好多次問阿吳宇森需唔需要借啲錢去周轉，反映到佢哋對部戲嘅決心，最終令到吳宇森變咗暴力美學大師。狄龍迎嚟事業嘅第二春，而周潤發亦都成為 Mark 哥走上巨星之路。電影令人最深刻嘅就係豪哥同 Mark 哥之間嘅兄弟情。最令外賣仔感動嘅片段呢，就係 Mark 哥喺停車場度食飯盒，兩兄弟再次重逢，狄龍同發哥都係演技放題。而《英雄本色》唔單止部戲好睇，主題曲《當年情》都係經典。《當年情》係哥哥主唱嘅，首歌係黃霑免費為吳宇森所寫。好早前兩個人拍《鬼馬雙星》嘅時候經已認識，其實首歌係講緊佢哋之間嘅友情。第6屆金像獎最佳電影係由《英雄本色》所奪得。《英雄本色》係1986年上映嘅香港動作犯罪電影，由吳宇森執導，徐克監製。影片所講嘅呢，就係身為偽鈔集團高層嘅香港黑社會大哥宋子豪俾下屬背叛，咁宋父呢就慘遭殺害。咁宋子豪嘅細佬子傑知道咗來龍去脈之後呢，就同哥哥反目成仇。從此佢哋嘅世界就充滿咗好多嘅衝突。至於再詳細嘅呢，我唔喺度交代啦，因為我相信好多觀眾完咗呢條片之後都會揾翻套戲出嚟睇。唯一講嘅就係當時新藝城嘅老闆石天，佢話呢部戲可能唔收得，想一把火燒晒所有嘅底片佢，好彩冇咁做到。而外賣仔亦都會用8個字嚟形容呢部戲，就係實至名歸，創造奇蹟。而第6屆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係由張艾嘉小姐所奪得。張艾嘉原名張愛嘉，係台灣嘅演員、編劇、導演同埋歌手。1953年嘅時候係喺台灣度出世嘅。12歲嘅時間，張艾嘉全家就移居香港九龍城生活，並且入讀新法書院小學部嘅5年級，後來就去咗美國嘅紐約就學。16歲成為電台 DJ， 踏入咗台灣嘅娛樂圈。17歲就做咗歌手同埋主持。張艾嘉當時嘅作品好多㗎，有《明天會更好》啦、《愛的代價》啦等等嘅膾炙人口嘅作品。1972年演出首部電影《飛虎小霸王》，後來加入咗嘉禾。早期喺香港嘅電影都係扮演啲勇悍嘅女警官嘅角色，最著名嘅就係同麥嘉合作《最佳拍檔》。1976年，張艾嘉憑《碧雲天》贏得第13屆嘅金馬獎最佳女配角，而喺1981年就憑《我的爺爺》榮登做金馬獎最佳女主角。其後佢都演而優則導，1986年導演嘅第2部作品《最愛》榮獲金馬獎最佳導演同最佳女主角嘅雙提名，最後亦都獲得到金馬獎嘅最佳影后，更加喺第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得影后呢個殊榮，堪稱係張艾嘉執導同從影以來最輝煌嘅時刻。
第6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係由周潤發所奪得。周潤發，香港男演員及歌手，出身喺香港嘅南丫島。10歲嘅時候，舉家搬到去九龍區。17歲為咗幫補家計而輟學，做過擦鞋工啦、辦公室助理、郵包搬運工人、酒店服務生、照片相推銷員等。又曾經去過陳樹渠紀念中學夜校部進修。18歲嘅時間，佢朋友喺報紙上面見到無線電視招請第3期藝員訓練班，咁就俾朋友慫恿咗去應徵，更加獲得考官之一嘅鍾景輝嘅賞識，成功考上。經過電視台1年訓練之後啦，就喺《啼笑姻緣》啊、《民間傳奇》呢啲連續劇裏邊做臨時演員。去到1979年，佢主演嘅80集長劇《網中人》喺播出之後大受香港同埋東南亞觀眾嘅歡迎，人氣直線上升。1980年連續劇《上海灘》令到佢成為華人世界嘅明星，主角許文強變得家傳戶曉，而佢同趙雅芝呢個 CP 拍檔呢，亦都為人津津樂道。直到1985年，佢同無線合作完台慶劇《楊家將》之後呢，就全身投入電影圈。喺1981年呢，佢接拍咗許鞍華執導嘅《胡越的故事》。喺電影中啦，佢就扮演一個越南華裔青年，漂泊無敵，可以話佢第一部嘅成功嘅電影。呢部戲呢係叫好唔叫座嘅。隨後佢拍咗幾部戲呢都唔係好收得，亦都因為咁，周潤發曾經俾人話係票房毒藥。直到1986年，天時地利人和，再加上佢一路磨練嘅演技，令到佢做到第6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多謝大家睇晒呢一集啊！我喺度好衷心咁多謝大家支持我呢個頻道，支持我繼續做落去。有一件事我想同大家分享。前2日啦，我就睇到古天樂先生對今年電影嘅睇法，佢係用水深火熱4個字去形容，而佢亦都話今年可能只會投資2-3部戲。我睇完個訪問之後，我感覺係好心痛。本身我只係一個中意睇戲嘅外賣仔，但係我亦都好確實咁樣去享受過香港電影最好嘅時間。直到見到今日咁樣嘅田地，感覺係好無奈。我呢2日都會喺度諗，究竟去到咁嘅田地嘅原因係因為資訊太發達，係經濟唔好，係缺乏人才，定係可以拍嘅空間越嚟越少，扼殺咗好多好嘅劇本同埋演員呢？我相信大家心目中都有唔同嘅答案。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先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麻煩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啊！多謝你，記住我叫外賣仔，下集再見。